这放山潭造成灾情了后，水利署昨下也甲这马太安溪水改向，避免流向这市区去。这届马太安溪爆花有一段要到3公里长的破口，这水利署也当咧派人加强抢修，希望中秋进程会当完成。 真侪台怪手一直甲太空包里蹲土山，花莲江河乡马大安溪放山湖造成灾害一礼拜后，公司的空翕画面会当看到马大安溪第一道风线爆花，蹲积工作当伫加紧进行，181台动型机具加310个人力总动员。冲上来了，冲上来了！ 因为放山湖一落了后，真侪土沙冲毁马大安溪2860公尺的爆花。虽然29马大安溪水流已经成功解导，溪水未过流入来市区，不过山内可能还佫有风台形成，也佫有东北季风带来雨量。水利署要拼伫中秋节前完成3公尺悬的临时爆花。经过这个滚压机夯实过的一个临时的堤防，大概有3公尺高。那另外看到这个白色就是我们太空包。 大概每一个是1吨，另外最接近河道就是我们的顶块，所以这一道土体原则上希望在未来的8到10天，我们积极来赶快完成。放山湖坝体部分跳水量小可降到595万立方公尺，湖水持续少量流出来，状况相对稳定。不过水位土沙囤积严重，水利署当加强疏浚，所以维持红色警戒。中央嘛公布上新的放山湖警戒发布机制，在24小时内发生累计雨量超过100mm的时候。 那河道水位异常，我们将会发布海啸发布的程序。光一条马太安溪，其实就是中央2个部3个署在管。那当然，这是我们在灾害防救法设计上一个很先天的一个弱点。我们应该很认真的来思考，我们要不要一个防灾的专责单位。 前内政部长李鸿源提出，目前的灾害拢是复合式灾害，呼吁政府应该思考修正灾防法，成立专职单位防灾总署，避免各部会权责无统一，无法度快速指挥。记者采访报道。